实在烦恼拢是因为咱人小可代志也甲看伫心内，所以有一天咱若是会当安尼，将小可代志拢摕掉，干那去处理这大项的代志我想咱的心内一定袂艰苦，也袂烦恼，也袂讲困袂去。所以讲鸡仔肠鸟仔肚实在互人真痛苦所以咱有一个办法会改变家己，就是祈祷天顶的神祈祷神求你互我会当宽容大量，求你互我会当看重重要的事，对细项的代志会当甲看一边，会当原谅别人的过错，会当宽容大量，亲像这个宰相甲阮巴肚内会当提准我会当安尼过着快乐的日子，我一生一世唔走幸福。神你帮助我，会当做一个乐观的人会当服侍你做你的工作，亲像宰相同款，会当处理足侪代志，是救人烦恼因的代志。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现在伫节目中间邀请到赖英武团队伫咱节目中间，甲咱做来开讲。咱请赖团队甲大家招呼一下。诸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赖团队好今仔日来请教赖团队一句谚语：鸡仔肠，鸟仔肚，是什么意思？鸡仔肠，鸟仔肚，咱有当时讲，哇，迄是鸡肠啦，鸡肠细条迄肠安尼足油足油的，鸟仔的腹肚嘛细个所以鸡仔肠，鸟仔肚是你讲人的肚量真细，真委屈，就是讲有小可代志，就甲人斤斤计较。家己也袂快乐，互别人也袂欢喜，无度量这款人叫做鸡仔肠，鸟仔肚，是安尼所以圣经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你讲到这个爱的真谛就有特别讲爱就是凡事包容啦，这真歹做包容是在咩咱像翁仔某之间，丈夫有丈夫的缺点，太太有太太缺点，丈夫都要包容太太缺点，太太都包容丈夫的缺点，翁仔某到底唔知欢喜快乐会点若要斤斤计较吵到冤家啦，到尾也是甚至闹离婚，那就可怜啦，应该是袂使离婚的家庭煞破碎，家庭破碎去囡仔受害上凄惨啦，所以讲做人真要紧，就是讲咱要有宽容大量。唔通鸡仔肠鸟仔肚。过一句谚语安尼讲讲宰相肚内好提准，是啥意思？这就是你讲到讲你若要做宰相，日理万机要足济，老百姓代志你拢爱处理。你若无度量，你看你要怎处理代志为着这项代志都气到要死佫10项代志咧等你啦。你若把它做好，所以宰相腹肚内爱亲像大海同款，还是讲大河同款，你当提准若是安尼伊唔再包容足济代志，好代志、歹代志，伊拢有当包容。度量若大就会当容纳别人，是对别人迄个无心所犯的过错，伊嘛会当甲接纳。是有的人唔是啦，人无心做唔好无小心做错袂当原谅。这是足好一件代志所以讲宰相腹肚内好提准，若是会当做甲宰相应该有宽容大量。是所以这个圣经内面《列王纪上》第4章290有咧讲古早这荣华富贵这个所罗门得到天顶的神真大的这个福气，伊真少年伊就做国王，爱感觉讲我做一个国王上要紧就是处理老百姓遐尼这个代志，爱有聪明，爱有智慧。所以天顶的神甲讲。你爱三个拢输无你
你要好行，要长寿，拢嘛使赐互你啊。安尼上好啊。但是啊，这所罗门王哦，无求别，讲神啊，你互我智慧，互我会当料理国事，当将这个百姓甲治理甲真好，老百姓逐个当幸福啊，过日子吼。这就是我国王上界大希望，所以神啊，你赐我智慧。所以圣经这个圣经安怎写？讲神赐我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下面写讲甲广大的心。哦，广大的心，亲像海沙未当测量。则快。海沙你看偌海沙，那个安尼用手个安尼夹一撮啊，哇！几万粒海沙，你看海沙偌济啦，这意思就是讲，天顶的神特别互这个所罗门王一个广大的心，亲像海沙遐尼济，未当测量的一种养力人的心，这种心啊，就是上界宝贵的心啦。所以讲，宰相巴肚内好提存哦，做一个国王哦，伊就是爱会当体谅百姓的困苦，爱当养力百姓无心烦的过程，安尼才好。啊，这句话佮甲迄个宰相吼有关系吼，就是讲宰相无出门，会当知影天下事。宰相不出门，领知天下事。这个是意思是讲做宰相的人啊，伊若要出门，规国拢去巡视，哪有遐济时间？这个时阵真需要，就是讲伊这部属，这幕僚啊，来甲协助。虽然讲宰相伊伫厝内会当知影天下发生的大事啊，伊拢会当了解。那安尼啊？伊毋知有办法治理这个国家，伊判断才正确。所以圣经内面这个箴言15章吼，22节有咧讲，若无心商量啊，所无效，无事众多，所无乃成。这句也是真要紧吼，甲咱讲做什么代志吼，有较侪人咱提供好的意见，叫做无事啊，因会当提好的意见互咱，从因所看所知甲咱讲，大家来讨论，来找一个上界好的方法，安尼来解决问题，一定会成功。但是大家拢不爱参详，不爱将家己的意见、家己的什么好的想法讲出来，到尾啊，代志办未成功啊。所以做一个宰相真需要，就是要忠心的这部属，这拢当提供美好的这个意见。爱朝伊判断正确，处理这个天下大事，才会当处理得正好。所以我宰相不出门，领知天下事啦。这是这个原因吼。咱对这三句谚语中间，咱老人都毋知还有其他综合性的一个见解无？所以我一直感觉讲有当时咱发现讲有的人实在有足侪这个烦恼的代志，实在烦恼拢是因为咱人小可代志也甲看伫心内，所以有一天咱也是会当安尼，将小可代志拢摕掉，干那去处理这大项的代志我想咱的心内一定袂艰苦袂烦恼，袂讲困袂去。所以讲鸡仔饭鸟仔多实在互人真痛苦。所以咱有一个办法去改变家己，就是祈祷天顶的神。祈祷神啊，求你互我会当宽容大量。求你，我会当看重重要的事，对细项的代志会当甲看一边，爱当原谅别人的过错，爱当宽容大量，亲像这个宰相甲阮巴肚内会当提存，我会当安尼过着快乐的日子，我一生一世毋知有幸福。那安尼啊，神啊，你帮助我，会当做一个乐观的人，会当服侍你，做你的工作，亲像宰相共款，会当处理足侪代志，就是救人传福音的代志。那个传福音救世间人，这种介好啊咧。是。所以伫咱拄所讲的这个演语中间，咱有感觉讲，鸡仔肠鸟仔肚，这是心真的上面也是讲到咱人的软弱啦。独唯有靠主要所祈祷引电，我靠着祈祷，咱才会当赢过。因咱人太软弱咧，咱伫这个以后节目中间也坐邀请着大杨团队继续过来甲咱讲到有关演语的智慧。咱今日就讲到这。咱求天顶的神使咱聪明智慧，亲像所罗门王同款，求神使咱广大心，亲像海沙未当测量，来上解个题。咱求神会当来祝福咱每一个人，让咱有广大心。主耶稣，我的心，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世间的主。天顶的爸，主耶稣，我的心，我要感谢你，
家己。你为了世间的人，放下天顶的尊严，甘愿到世上，因带人行生命的路。你为拯救啊灵魂，牺牲你家己，为着人的罪，甘愿死在十字架。主耶稣，我的心，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世间的主，天顶的爸。主耶稣，我的心，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爱我，超过爱着你家己。你为了世间的人，放下天顶的尊严，甘愿到世上，因带人行生命的路。你为拯救我灵魂，牺牲你家己，为着人的罪，甘愿死在十字架。为着人的罪，甘愿死在十字